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开始，予我唔免挂嘴暗咯，因为中国疫情的看，烦恼台商回国过年会有影响，卫福部表示会做准备。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昨因为白血病合并器官衰竭伫上海过身，食到96岁。明年1月7日进行立委补选，民进党定调壮跨台湾联名理事长吴怡农参选，国民党的参选人郭一桥。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5595例本土病例，有53人死亡，122个人中重症。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一个30多岁查甫人，另外嘛有增加一个儿童密斯的重症，是一个3岁囡仔。今仔日开始放令喙暗令哦，好我都唔免搁挂喙暗咯。那么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15595例。救援入有56例，死亡个案53例。那今天的个案跟上周四相比是下降了2.6%。今天是12月1号，户外可以保持社交距离之下，可以脱掉口罩。今天公布的53例的死亡个案当中，年纪最轻的是一位30多岁男性，没有慢性病史哦，他曾经接种过3剂疫苗。另外有一例这个3岁男童的重症是 Miss C 哦，10月4号曾经确诊过新冠病毒感染，11月29号的时候已经康复出院哦。指挥中心已经正式的增列这个气喘作为一个新的 COVID-19 重症的风险因子所以我们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包括那个贝拉维跟莫纳皮拉维呢，也都适用这个气喘。大原则就是室外不用戴，那室内要戴，就是自身如果有症状，呼吸道的这个症状。第二个就是。如果在人潮很拥挤，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人很多。第三个就是说，如果空气不是很流通，这个我们还是建议要戴。如果我们的疫情都保持稳定的话，我们不会再做另外的规定。那如果疫情有升高的时候，我们会再做另外的这个规定。今仔开始，予我唔免搁挂嘴暗咯，也毋过刷来就是元旦甲农历过年哦。面对中国疫情搁咧拖，台商会回国过年，敢会引起另外一波疫情呢？卫生福利部部长施水元是表示讲，咱台湾会维持医疗量能，准备集中检疫所来应用。透早公园内底有袂少民众咧散步甲做运动，大部分的人还是惯势挂嘴暗出门，敢若有少数的民众无挂。享受一个好的空气。距离旁边没有人的话，最好就是可以有比较好的空气嘛。但还是会有点不习惯啦，但是总归有放宽都是一件好事嘛。新冠本土疫情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12月7日开始，予外免强制挂嘴暗。不过外界烦恼讲，接落来有元旦甲新正的年假。最近中国疫情压悬，台商若转来台湾过年，恐惊会带来另外一波疫情。针对这点，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会依持医疗的量能，准备集中检疫所来做应用。我们跟国外的来往越频繁，人来人往越频繁，这个新的病毒株就越容易一直进来。那新的病毒株进来是下一波疫情的关键啊！何时进来？那进来的多寡？是哪一群进来？这个就决定下一波疫情到底是什么时候会上来。我们的因应的措施主要是放在就是说维持医疗的量能。如果说有可能发生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医疗量能部分去做调整。施水元强调讲，民众若是袂放心，也是会当挂嘴暗。毕竟社区也是有流感、甲等呼吸道的传染病，挂嘴暗会加一因防护。毋过搭台铁、高铁，或者是伫咧户外的月台等车，也是爱挂嘴暗。若有的公庙是属于半开放式的，亲像婚林朝天宫，也是规定爱挂嘴暗，才会当入去庙里拜拜，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昨因为白血病合并器官衰竭死亡哦，食到96岁。江泽民伫1989年历史事件了后，开始来担任中共的总书记，连来回收香港甲澳门的主权哦，一直到2002年才落任。最近中国民众抗议防疫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嘛一直在拖，国际上有愈来愈侪声援。江泽民过身的消息，敢会转移民众的焦点呢？外界嘛真关心哦。针对江泽民过身哦，咱国陆委会是表示讲，中共领导人的作为，历史会有评价。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护卫人员扶起哩徛起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倒手边，看起来动作慢顿，这也是伊最后一届出现。江泽民伫1989年入署了后，担任中共的总书记，一直到2002年才卸任，是中国第3代领导核心。不过，伫11月30中昼，传出因为得到白血病，合并多种器官衰竭，伫上海破病过身，才到96岁。总统府表示有注意到这条消息，也向家属表达爱意。陆委会认为中国历来领导人因的作为历史自有评价，也呼吁中国放弃军事威胁的手段，尊重台湾人。20大的时候，我们看到江泽民是缺席有2种可能，一个是他真的是病重，那第二个可能甚至那时候已经是去世了。1997年邓小平过身了后，江泽民伫1989年6月份调任北京，正做中共总书记。伫任内收回香港甲澳门，佮捌访问过香港4届，主持1997年的香港回归仪式。虽讲江泽民一人6权，不过私底下伊介意古典音乐甲朗读的艺术，对歌曲真有兴趣。And he was a marginally more, I suppose, sort of approachable leader in some ways. I mean, he wasn't the kind of typical autocrat. I mean, he kind of would do impromptu things like belting out songs at karaoke. 伫2002年10月份，中国举行16大，江泽民虽往卸任总书记，不过又完掌握军权，一直到2004年9月份，伊才对中国中央军委主席落任。后来，江泽民的身体愈来愈坏，真少出现，伫11月30破病过身。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白纸运动继续摊烧，中国2大都市广州甲重庆，昨就向宣布讲放令防疫管控哦。这场历史事件以后，上大规模的抗争，会真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权正大的挑战。昨中国政府是发布前领导人江泽民过身的消息。美国的中国专家是认为讲，参与白纸运动的民众有可能会个重新整合，搁再发动新一波的示威抗议。就伫广州南部示威民众和警方爆发冲突了后，中国2大城市广州甲重庆30向宣布放令防疫的限制，包含袂当凊彩扩大核酸检测范围，符合一寡条件，密切接触者会使居家隔离。不过因为全国新确诊数又搁创新高，敢会使搁放令，搁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白纸运动顶礼拜炭烧到上海、北京等其他的所在，加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以来无面对过的大规模群众抗争。迄一日，中国发布第3代领导人江泽民过身的消息，有示威者和外国安全专家认为，1989年天安门要求民主改革的示威引发世界关注。如今江泽民过身的消息，可能致使这届白纸运动抗议的民众重新整合，逼出一波新的示威行动。江泽民伫任内带领中国经济成长，伫国际和应对西方国家的手段是个较开放的态度。He kind of would do impromptu things like belting out songs at karaoke, you know,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you can't really imagine current leaders doing that. But he was no liberal. China would not be where it is today without what he did when he was in power. 除了广州、重庆放令限制富士康电球厂，也就是苹果手机啊全球上大的大工厂，地方政府也宣布有特殊的开放商业活动，包含超市、健身房甲餐厅。相关的措施放令进前，国家卫生官员表示回应群众的紧急关注，对地区的情况采取更加有春秋的作为。虽讲当局看起来是咧放令措施安大民众，不过一寡参与抗争的人也互警察上门调查。根据美国政府资助的地壳自由之家负责的中国意义监测资料，对20到28，中国各地至少27场示威。澳洲地壳战略政策研究所是国计有22座城市有43站抗议行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生昨暗嘛为成功受难者默哀有办活动，有上百位老师学生参与，小听中国学生甲民众愿意为自由发声哦。伊嘛呼吁大家都爱关心中国人权的问题，嘛爱珍惜咱台湾正珍贵的民主自由。老师甲学生落雨天伫总图书馆头前点着一个蜡烛。台大学生11月30号暗时自发性举办活动，声援中国的白纸运动。自由是我们台湾人、香港人，还有千千万万爱自由的人共同的价值。如果我们爱自由，
那么就应该要支持其他受到压迫的人们。唔拿为新疆俄罗斯节大火的受难者艰苦，佮呼吸互中国警察拆掉的上海俄罗斯节钟楼路牌，台大学生会希望白纸运动会使变做一个开端。台大学生会支持中国各地抗议的群众，也鼓励同学们关注并声援这些中国市民。中国各地发起白纸运动，台湾嘛陆续有大学发起声援的活动。同日南部的成大学生嘛伫成大会馆头前举办活动，上百位老师甲学生坐伫涂骹，呼吁大家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站出来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觉得他们可能站出来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我想要支持他们。人权其实是不分国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享有可以自由表达的权利。对，这件事情是不因身在何处而有任何的不同。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在灾难啊、疾病还有暴力之前，其实我们都是相同的人。虽然还未踏入社会，但台湾的民主自由已经深植伫学生心内。唔拿台大甲新大、中山大学报告顶悬嘛有学生搭白纸表达支持。高雄大学学生嘛伫1号暗时做伙声援，以行动支持为争取自由站出来中国学生甲民众。记者陈焕武、柯正淳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董山林、蒋万安以立委的名义，明年1月7日要补选。民进党昨日宣布讲，要定调纵跨台湾人民理事长吴怡农参选哦。国民党的参选人目前是搁在瞧，传出讲党中央是希望台北市议员王宏维出来选，也毋过王宏维个人哦并无意愿。台北市长董山林、蒋万安选前失去立委。老落的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会，将伫明年1月7日补选，有意参选的人，上班爱伫12月7日完成登记。国民党内人选难选，党中央有意要找台北市议员王宏维出征，也毋过王宏维连续几摆表达无意愿。我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目前还是不要的。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目前南洋内部除了王宏维之外，连任成功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也去互人讲是老炮议员，登记已经表达无意愿。那立委陈立文也公开拒绝，另外立委李桂敏也封点名，前立委罗淑蕾捌表态有意争取，也毋过捌表达意愿的台北市议员王富讲唔选啦，绝对无接受定调，为人选布局投下真限大。针对南洋这期北市立委补选日期不离一摆参选议员的民代，怀疑讲有政治考量。中选会主委李正勇否认这个讲法，讲想济。这个想太多了，想了这个时间的定定，我们也已经说明过了。这个我们的说明大家都不注意听，或者听了你就把它忘掉了。定在这个日期已经说明过至少5次以上了。甲国民党伫北市立委补选人选布局难相比，民进党已经重新过来，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正式定调，纵跨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参战。再次被征召参选，我感到责任非常的重大，我会尽一切的努力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还有肯定。现在我正忙着准备登记参选的文件，包括政党的推荐书。真正也想要争取这一席立委席处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吴朝雄，是伫面册表达支持吴怡农参战，也会协助吴怡农胜选，无要互支持者失望。记者综合报道。这届选举，屏东县的开票过程，还有公投票的领票程序，拢有一寡争议。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今仔日立法院是表示讲，选务有一寡做无好势的所在，也毋过并无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另外，确诊者未当投票，有监察委员认为讲影响投票权，嘛已经申请自动调查。李进勇是表示讲，因会来配合调查。9合1大选结束，不过屏东县所有传出选务人员伫开票的时，无甲票公开电视计算，引起争议。车一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强调开票过程虽然有瑕疵，不过结果一定正确，引起立委不满。像安尼出错落啦，安尼底下一本啦，有一点瑕疵。你看因遐，咱每一卡内面拢有一个主管咧管嘛，大家的主管协同啊，坐伫遐啉茶就好啊，是不是安尼？我们都会。
另外，针对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部分，也有立委指出，有民众咧领选票的时，有选务人员问民众敢要爱公投票，即期按照规定根本袂使问这种问题。可以这么问吗？这样子问并没有违反规定啊。工作人员的手册第11页的第5点有提到，督导工作人员不得主动询问选举人或投票人的投票意愿。那跟这个你要不要拿公投票，这个没相关吗？作业上的一些出入了啊，当然我们将来应该要寻求统一的一个做法。你要不要点公投票这一点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你这样坚持选务人员的问法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引起罗美玲批评，是因为这条规定只是工作人员手册，不是法条，并无法则。李进勇才会安尼讲。李进勇表示会加强教育训练。另外，有电视台互民众检举开票票数有错误，甚至可能有灌票的情形。李进勇表示交予 NCC 处理，若有需要会配合调查。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不满市议会否决明年度警察局4亿6千多万的录影监视器预算案设备变更的复议案，议会决定讲要维持原本采购的规格。市长郭文地今仔就开记者会批评讲，伊还未落台，哪里就要撤回乌钱。他这个弹数就是要逼迫我们就用3 mega 传输速率，就这么简单。从2 mega 升到3 mega 要多8900万，8600万讲错。但是那是1年呢，这个摄影机在连续用10年的呢，8600万10年是8.6亿。柯文哲还没下台，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所以这是要浪费掉8600亿要浪费掉8.6亿呢。国家可以这样干的吗？我知道你们法律程序走完了，我现在没有你办，我直接诉诸民意，我们不允许这种财团勾结议会来榨取国家的钱，我不同意。郭文地强调讲，伊知影目前已经完成听书，所以直接开记者会，互社会公平。伊袂目睭金金看财团交给议会学国家的钱。来看全国高中技艺竞赛已经开始2个月了，中餐的考试说红白讲，学科的题目甲旧年同款。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早起是表示讲，新办的新北市教育局决定讲，成绩要照算，教育部嘛尊重。也毋过，这是一个正大的错误，国教署会成立专案小组来检讨。参加全国技艺竞赛的高中生，除了术科的考试，阁有学科的笔试。有考生向立委王婉珠陈情，10月29才考完的中国菜这类的学科题目，竟然和旧年的题目完全同款。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情况？从出题老师到承办中餐车的这个新北市教育局，再到主办单位的教育部国教署，完全都没有发现我们出了一模一样的考卷吗？选手什么情形袂当入去考场？什么鱼仔适合做沙西米？比较旧年和今年的题目，除了年份无同款，50题一字拢无改到。王婉珠批评讲是真含糊。部长潘文忠表示，教育部尊重新北市教育局的决议，有爱甲这届的成绩列入去整体计算。不过用到旧年的题目，确实是真大的错误。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大的错误，因为教育部虽然是全国的，但是每年他们都有县市做轮办。那轮办的承办县市，他们做的这个决定，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他们整体的考量是什么。这项今年商业类学生技艺竞赛，新北市三中上港表示，委员会决议是考虑到对所有选手的影响拢同款，而且记当天各有术科的考试。未来竞赛委员会将会针对此一疏失，再做深刻检讨，以免类似情势再度发生。潘文忠指出，出题过程保密，考试29才完成。到底倒位突锤？国教署要组成专案小组检讨细节，按算1礼拜内完成检讨。不过，技艺竞赛表现影响到4技2专具有保送的成绩。王婉珠认为，应该讨论敢要重考或者是补考，安尼才是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开始，全台湾包括台北、新北、高雄、云林县4个县市扩大办理科技执法，会新增设备、取缔冲红灯、无让民众行行、甲超速等违规。高雄市的交通大队表示讲，今年1月份到9月份，本地都有科技执法的地点违规，拢比过去减少3成以上，效果是真好。也未使到高雄大顺路甲中正路口边仔都有标记提醒民众，这个上车路是科技执法路口，挡红灯无让人过等等的违规事项拢会受罚。12月初1开始，高雄市伫林雅、左营、大寮等区域设16支的路口科技执法，甲固定测速设备，望减少车祸发生。高市井建制路口科技执法设备被以取缔为目的，主要为导正驾驶人错误的行车观念。高雄市交通大队表示，自统计数字来看，今年1月到9月，科技执法路口交通事故甲也未整的时阵相比，事故率降3成以上。所以，初一就路的科技执法路口，也拢选择较高出车祸的路段。毕竟路上还是蛮多不遵守规则的人吧，对啊，还是很多三宝，所以对于科技执法来说，我觉得不错，可以再多增加一点。有一个吹的。他就每一台都超速了，要合理啦，什么都可以就合理啦。透过科技执法减少事故发生，民众普遍真认同。有人建议后续会当看状况，佮调整做法。除了高雄、台北、新北甲云林县，有扩大办理科技执法。台北就增加20支，高雄、新北拢是16支，也那云林有9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开始所有饮料店拢袂当佮使用只用一届的塑胶饮料杯，新不可分解在一个 PLA 杯啊，嘛袂当使用。家己早环保杯啊，上少是要有5块的优惠。台北市环保局今仔早起开始，嘛伫店头起早哦，大部分的店家拢已经准备好势咯。一透早民众来买凉水，即间伫台北的连锁饮料店，初一开始袂提供塑胶杯。贵店符合提供饮料杯都是可重复使用或纸杯，然后符合规定，谢谢你们的配合。台北环保局扩大减少用塑胶，推动全市饮料店禁止用只通用一届的塑胶杯，也包含讲家己较环保会当分解的 PL 材质的杯啊。有一寡店头虽然阁有库存的塑胶，也配合政策无阁再使用。过去用色水来分层，看起来真水的饮料，即马干那会当装入去纸杯仔内底。渐层的或有色彩的都看不到了。其实没有关系，其实重点还是味道，不是那个外观。台北市全台湾头一个禁止只通用一届塑胶杯的县市，环保局是沟通真久，总算得到多数店家认同，超过90%的店头必会完成配合政策上路。所以我们就订定了6个月的一个缓冲期，进行逐店的一个宣导。所以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做沟通。对，基本上我们起码做了3轮的宣导。台北带头扩大减少用塑胶，环保署表示支持。原来什么时阵扩大到全国？环保署表示，为了降低冲击，需要时间。伊安尼拍算开2档的时间辅导。初步评估伫2024年的年底，针对全国连锁业者先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已经82岁巴西球王比利传出讲大肠癌恶化，人伫病院规身躯水肿，病情是真严重哦。巴西球迷拢真烦恼，也毋过比利的查囝伫社群平台说明，讲因老爸毋是互紧急送病院的，是医师建议讲爱调整治疗的方式。巴西球王比利伫拜二传出，互人紧急送医。根据巴西 ESPN 的报道，比利因为规身躯灌水，互因某甲送去圣保罗的一间病院，毋是照原定的计划去病院检查。因为卡达世界杯赛事正咧进行，有袂少伫咧中东巴西的球迷聽到這個消息，都感覺真驚慌。Eu acho que não é uma surpresa para ninguém que ele esteja no hospital, mas infelizmente é assustador de pensar em perdê-lo, principalmente nessa época de Copa do Mundo, que é muita felicidade. Era a pior época para ele estar no hospital, mas certamente ele está assistindo a Copa e está junto com a gente torcendo pelo Brasil. 今年82歲比利，最近這幾年來定定出入病院。2021年9月接受切除結腸的整瘤手術，並且伫家護病房待一陣時間，了後伊就一直伫接受化療。外口咧傳講，醫療人員有發現講伊出現室上心臟衰竭，抑個已經是生活無法個家己處理，甚至有精神錯亂的現象。
不二个比利的查某囝纳西曼托伫个拜三 IG 顶悬发文来赔回讲，比利确实是有去病院，不过唔是紧急送医，伊是去病院内底接受医生调整药物，并且会伫个病院内底来下年。比利是20世纪上界伟大的体育名称之一，伊去予国际卡总甲封做是球王。伫个伊一生1363场的这个比赛内底，伊就踢入去1279球，是当今的金氏世界纪录。伊嘛是唯一一个伫个1958、1962和1970年3摆摕到世界杯冠军的球员。伊伫个世界杯的时阵，定定预测失准，互人讲是反机票，所以来引起话题，嘛互外界咧甲笑讲伊是乌鸦嘴见讲嘛对的比利。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12月份开始就未过一直升利息，所以美国股市涨大起，嘛带动台湾股市今仔一开盘就起到15000点哦，但即阵又过起超过500块咯。另外，北京嘛宣布讲，美国总统拜登会参加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的移机典礼，所以台积电的 ADR 嘛起4.6%。针对外界正关心讲台积电敢会有人才外流的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认为讲，目前应该未有这款问题。初六，台积电会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移机的典礼，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嘛会去参加，鼓励台积电 ADR 起4.6%。也若外界关注讲，台积电的人才甲出口业敢有外流的记录？重视我们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设厂。那我想我们跟美国会形成很好的这个供应关系。那第二个关于人才的部分，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才的这样的交流哈。那他也提到，大概去的是500人左右，但台积电的工作人员5万人哈，所以这个没有人才外流的问题。不过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罕见呼吁，政府应该要关心5年后的电敢有够用。王美花表示。政府拢有提早因应做准备，也若股市方面，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尼讲，12月份起利息的脚步会放较慢，这嘛鼓励美国4大指数收盘大起，道琼工业指数大起超过737点，带动台股今仔日开盘重新登去15000的大关，台积电开盘嘛收复500块，起16块。如果能够升息脚步放缓的话，那基本上美国它的这个造成的资金移动相对就减缓，那国际之间的股市相对会比较稳定一点。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好消息。美国起利息的脚步若放慢，对国际股市来讲，会是一个真大的好消息。不过台股这波起势会当挡偌久，未来要爱谨慎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开始，户外就免挂嘴暗帽，咱来看华人有一寡幼儿园烦恼肠仔病毒甲流感，所以是规定囡仔继续挂嘴暗。县政府是表示讲，学校会当家己决定，也毋过爱甲家长参详。这是花莲市明德国小附设幼儿园，这囡仔到学校了后，当咧做操。虽然户外已经解除挂嘴暗的规定，不过因为即马是流感，也有肠仔病毒较流行的时期，所以学校也是决定依期爱挂嘴暗。我们普遍实施口罩之后就没有长病短病例了。那今天开始口罩的这个政策有松绑，但是我们有事先跟家长讨论过后，我们还是会持续让孩子来戴口罩。未少家长表示，嘴暗其实拢已经挂惯势啊，只要会当互囡仔健康，拢愿意配合学校。而且根据学校的统计，从108年开始挂嘴暗了后，伫学校都毋捌阁遇到肠仔病毒。若真正挂了无爽快，嘛袂强制爱挂。小朋友入学就很容易感冒，但戴了口罩以后发现就是没有像别人说的这个问题。户外戴口罩会不会不舒服？不会。你已经习惯了是不是？是。不过，这款的政策是需要甲家长沟通，县府是予学校宽限，看情形家己决定是依期还是开放。学校可以参考校内的目前的染疫人数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预防措施，可以去做一个他们适合的方式去做因应。根据县府这3年来的数据，自从有挂嘴暗了后，全县肠仔病毒的重症是0。2020年轻症还阁有530例，去年降到123例，今年敢若12例，而且无学校因为肠仔病毒来停课。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海影真大，空勤总队暂时接到报案，讲有一只盖亚那级别货船伫中海外海靠打，空勤直升机出动去救人，有4个船员成功救离开，阁有3个人伫船顶目前这只船已经当重新来启动，卖使去高雄港来进行维修。 这只货船伫海面上浮浮沉沉，大影是一直升起来，船身已经严重起起，船顶阁几啊名船员等待救援，空勤直升机赶紧接近进行吊挂任务。因为海影伤大，升起超过8米悬，海船虽然拢有出动，不过拢无在条划过去，甲船员接过来。后来是交互空勤直升机以吊挂方式，甲4个船员救出来。 其他包括船长和另外2个船员是继续留在船顶等待救援。海浪过大，无法于船上吊挂，船员穿着救生衣跳海待救。 11月30日，这只盖亚那级的龙顺号货船经过彰化风场海峡水路，煞伫风外外海15海里所在故障，那船舱溺水，船身也起20度起。 船长为了安全，决定弃船，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来救人。之前机舱是有进水因为机舱进水的话，可能会导致发电机失效，抽水之后就是有恢复动力了。所以实际上的一个原因的部分，可能后续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调查。 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表示，这只货船原本要载爬箱货柜去到韩国的釜山，不过对高雄出发了，就伫彰化外海失去动力，一直以漂流的方式往南去。现在伫高雄港外海16海里的所在，发电机已经正常咧运作，暂时未沉船，也按算伫高雄港进行后续维修。记者怎报道？ 往来石客最近开始收成因为嘛是袂当出口去中国，中盘收购的产地计数只有去年的一半，互农民是真怨叹。嘛因为天气无介稳定所以收成无介好，农民的损失是真严重。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目前受损的面积可能还未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所以农民是无法度申请补助。 伫台东县滨南乡立吉村种7公顷的释迦农民，即马伫高树顶土地是准备要采收的往来释迦，其中一块7分地大的果园，顶礼拜开始陆续落果，大约有50成的果实，那个满土骹，农民无奈讲已经袂当外销，佮拄着天气连咪冷连咪热，造成落果损失佫较严重。 就天气热啦，迄个拄着落大雨啦，收成就佮看后壁这5成，继续看会当搁较增长一丝无咧。其实发生落果情况的果园大部分拢伫碧兰乡迄带，会当采收落来搬上收买计数，保证一袋斤大约30块，甲去年比，会当讲是挖5成左右。农民讲，敢若一个纸箱啊，都爱挖30块，采收包装搁了工，无够成本。官府表示，目前释迦落果的面积无大，也无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20、30可是要自己装我们装很累因为它毕竟不算是天然灾害的部分那可能在农民他自己的田间管理的部分，可能还要做得更加的精细。台东农改场表示，往来释迦惊热唔惊寒。以往也捌伫11月份发生往来释迦落果的情况，拢是因为天气收煞，呼吁农民上好会当调节产期，降低损失。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农委会到教育部推动班班食石班的政策，也毋过农委会伫前几天发公文予台北市的教育局表示讲，11月底开始都无法度来供应学校石班咯。一学期答应要予学生囡仔当食到4届的石班，敢会跳票咧？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讲，目前因为石班外销了袂歹，因会尽量来调货。台北市教育局最近收到农委会公文，为11月28开始，就无法度供应石班予各间学校甲团体的业者。洪志基讲，每一个班级拢有石班通好食的政策，恐惊会跳票。国民党立院党团批评讲，农委会敢若会晓发补助，不过实际上并无真正协助市民建立新的三小管道。不晓得产地的这个销售以及整个产销的实际的过程只算到鱼的数量，但是你没有办法规划整个政策的细腻度农委会表示，
过去一年石斑外销出去60,000吨，目前无法度销去中国。今年下半年原本按算会销300吨去其他的国家，不过尾也是比按算的加5倍外。而且要互学校的营养午餐的石斑，袂当有稀释，嘛要切做一块一块，需要切较大只了后，才有方便料理。目前敢若会当确定，7个县市这个月要食有。提供给学校午餐的这个石斑鱼的部分，绝对会来执行到位。那后续9个县市的部分，我们有一一的盘点。像有7个县市，大概12月，就是这个月就会陆续吃到石斑，所以这个我们会执行到位。今年1月20就要休寒，一学期食4届石斑的承诺，敢会当实现呢？农委会表示会尽力来调度，嘛强调讲会照迄当阵国产的数量来调整菜单，才有符合食农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查某人哦，伊两规是外加真严重，嘛已经影响到伊日常的生活咯。伊接受全国头一届使用 AR 扩增实境技术的手术是真成功哦。医疗团队今仔是发表成果，咱嘛做伙来了解。自在行路展现出自信，无人看会出来。28岁蔡小姐就伫咧1个月之前，也阁是一位量骨弯翘角度达到58度的患者。因为小学5年开始就深深受到困扰，今年10月决定接受全国头一个利用 AR 扩增实境技术的矫正手术。目前术后恢复真好，身高也阁增加3.7公分。角度是58度，快60度。那因为以我这个年纪，就是每年会再继续弯1度。杨医师就说，那现在有最新的就是 AR 的技术，有跟我做这种介绍，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台中民众伫咧手术当中使用 AR 目镜，互两骨周边的动脉器官全部精准动态呈现伫咧开刀医师的眼前。毋但是拍钉仔佫较准，整体手术的时间更加为12点钟大幅缩短到3点钟，有效降低手术的风险。之前你都不敢那么有信心的去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要一边做一边照X 光片。以我们最早开始在台中总做脊椎手术的话，一台刀要1整天，从早上8点到开到晚上8点。那像我们这位蔡小姐，她我们早上进去，我们手术时间大概就缩短成为3个半小时。差很多。蔡小姐目前量骨弯翘的角度已经恢复到10度以内，就差不多是正常人的状态。AR 科技愈来愈发达，台湾头一届运用伫咧医疗手术顶悬，提供患者就医的新选择，也推升医疗技术到新的阶段。记者台中报道。来看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的社区健康长照中心哦，邀请附近学校的学生囡仔来做社区服务，甲老大人做伙来做活动，互老大人感受到少年人的活力甲大心哦，嘛学生囡仔会当培养关怀、照顾时代的能力。棉花发酵后，透过双手来拍含念，每一位长辈拢做甲真投入，为着要青少年和长辈两代会当有寡侪接触机会。有病院社区健康长照中心，以健康安全参与，设计真侪手作 DIY， 是用教育课程等等，希望长辈行出好活。是还有很多学生来帮忙，然后让我爸爸可以体验这个活动，因为老人家要出来外面活动的机会并不多。有做即摆来这咧学，有了就安尼真是平安。为了社区服务据点的长辈，会当行出好活参与活动。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的社区健康长照中心，这次带领实习的学生来到湾庄乡路北社区，甲长辈来做行药面包，希望提供在地化社区式的照顾服务，让青少年和长辈两代会当互相交流和学习。我们要照顾老人的安全，因为他们膝关节或是髋关节不方便，就比较搀扶一下。那他们事实上，他们可以走出来，到其他的社区，跟我们现在像我们北农的学生、闽会医专的学生去做一个互动交流。社区健康长照中心表示，因将要迈入超过0社会，预防透过青少年和长辈共有活动，并且学校和青少年先加入社区服务长辈，唔来当加学习照顾服务的技术。对偏乡地区真侪独居的长辈来讲，麦当感受到真大声的照顾。记者有报道。来看美国甲日本做伙研发一款新的阿兹海默症的药啊，进行第3期临床试验，发现讲对将近3成的患者有袂歹的效果。这嘛是目前全球唯一一种会当针对阿兹海默症有积极治疗效果的药啊哦。也毋过伊可能嘛有脑出血等副作用，所以后续该继续测试甲评估。
阿兹海默症病患体灵是美国北京甲日本卫彩联合开发的抗阿兹海默症事业性药物，受试者伫第3期临床试验完整报告出来，显示会当适度的减慢阿兹海默症早期患者的认知能力衰退速度。伫临床实地评估量表中，发现认知功能退化数据降27%。A long death. Anything that can delay it or give me hope, yeah, that's a bit of a no-brainer, isn't it? Do you want it or don't you want it? 这款药物虽然有效果，所有危险的副作用风险，2795位50至90岁受试者中，有17.3%有脑出血现象，6.9%因为不良事件中止试验，安慰制作1.7%脑水肿，9%大脑未出血，甚至还有2个人试验过程中死亡。这类药物带予患者希望，不过也为咱人的生活带来偌济影响，煞也唔知影。The people will remain stable at their current level of function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maybe 6 months, up to 12 months. And for people who are planning their life and dealing with day-to-day activities, this could be a very meaningful postponement of. It is going to be a costly drug. I would guess it's also going to be costly to administer because you have to do the safety monitoring and all that sort of stuff. 阿兹海默症是神经退化性疾病，占失智症患者5至7成比例。全球目前有约5000万名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不过相关药物开发多数以失败收场。这项突破性结果引起医学界高度关注。阿兹海默症协会呼吁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核准加速批准的申请。不过这种药物无法度反转阿兹海默症，多方面的考量之下，爱认清现实，实际投入治疗犹原有一段长路要行。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来看今年的台湾医疗科技展当地台北南港展览馆的展出，今年是有2000外的单位，有提供病人伫厝内做复健的虚拟实境的设备，毛病医推出 App。病人会当先把空喙的相片传到 App， 电脑会先来判断讲敢需要去看医生咧，敢有啥物，佫有啥物医疗的新科技，咱做伙来看卖。将 VR 镜头伫头壳顶，2支脚挂训练仪器，就会当进行每一天的复健疗程，而且佫配合情境设定，有无同款的任务需要完成。这是代代物理治疗的新发明，让病人复健唔免受到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借由虚拟实境的这种影像来调整训练的难度，所以这是有别于传统的复健，跟真实想要在外面遇到的困难哈，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在安全的环境里面做复健，然后结合我们这个训练的游戏，就可以达到这个平衡训练的效果。将医疗甲科技结合，又有一项空喙自动判读的远程照护系统，病人只要将空喙的相片翕落来，传到病院的网站，电脑就会自动判断敢是需要看医生，增加就医的效率。AI 伤口自动判读系统。这个系统就可以帮助病人了解说，这个病人是需要尽速回诊，或者是说这个伤口其实在家里自行照顾就可以。借由这样的系统，可以帮助病人减少未来截肢的风险。除了 VR 复健空喙自动判读的系统以外，民众要知影家己困眠的状况，也是胃疼的程度，透过简单操作嘛，拢会当知影。2022台湾医疗科技展今年拢总开设7项主题，2000外的单位，12月初1到初4伫南港展览馆展出。记者麦上英正派文台北报道。真侪人拢有目睭畏光打色的镜头，咱来看英总发表一款用脉冲光来治疗目睭打色症哦，效果是个袂歹，咱做伙来了解。科学家一段过程，因为镜发型大眼睛顶问题严重影响生活。我的眼睛严重的畏光，要在家的时候要戴太阳眼镜啊，像这种有白光的电视，我完全没有办法。因为畏光顶镜头，科学家接受脉冲光顶方式治疗，畏光减少7成。医师表示，一般治疗3届后会有明显效果。国外的研究呢，他们分析这个长期的效果是到9个月，那我们自己台北荣总的话是分析是到12个月。那我的病人大概有2成会需要在第2年的时候再做一次，对，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
医师表示，大眼睛是多管阴性疾病，严重会影响视力。有研究发现讲，好发年纪有对老大人降到30多岁，推荐观影时使用3C 产品。医师嘛表示，这种脉冲光治疗副作用少，不过嘛建议民众避免用眼过度，规律生活，会当减少大眼睛的发生。记者电报李凯台北采访报道。来看美国的德州一对老翁仔某，因透过 DNA 检验，找到51当前互歹人掠走的查某囝。无想到讲，经过半世纪哦，佫有法度甲细汉就失踪的囡仔重逢，对因来讲，这是上好的圣诞节礼物咯。过超过半世纪，两个结伙人甲头前这个看着真熟悉又佫真青春的负责人梅丽莎蓝调咧。1971年，迄当阵才20外岁，海史密斯翁仔某。看报纸的广告，找一个尼母来告伊。迄当阵才打变2岁查某囝，毋过交互尼母了后，无到20分钟，因查某囝甲尼母两个人都毋知去倒位啊。海史密斯因翁仔某透过各种的管道找警察，甚至是找联邦探员，要是找无伊失踪的查某囝，抑佫有那像甲伊绑票的尼母。I was only 21 years old, and I was sad a lot. You know,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depression. It was just really an abusive until I ran away from home when I was 15. And then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streets. 一直到今年9月，因听讲有人伫南卡罗来纳州看到梅丽莎，除了想办法去探访，嘛伫家族的人面册网页顶悬普找人的消息。梅丽莎讲，清头起伊就是讲这是诈骗集团的部署，所以就无插伊。代志到11月初6出现重大转机，有 DNA 检验的专家摕到梅丽莎伊囡仔 DNA 样本，了后联络梅丽莎因老爸老母，经过比对了后，这对翁仔某发现这个青春的负责人，竟然就是伊失踪51年生死不明的查某囝。I can't describe my feelings. I'm so happy to see my daughter that I didn't ever think I would see again. 梅丽莎去互带走的时阵，伊的本名号做梅兰妮，伊按算改倒转来这个名。也让永年甲伊带走的尼母，即卖人伫倒位，也无人知影。公司新闻，徐家人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